台语文创意园区4年前有引进一套音阶锣，特别招社区的志工整一个同乐班做伙上课来推广。今年特别办理成果发表会，演奏梦里早归、树只歌等等，侪经典的歌曲，要用传统的乐器推广台湾歌谣。 杨三郎作曲的《梦里早归》是台湾战后出名的台语歌，即阵透过铜锣加钢琴的合奏，传达出歌曲悲伤的相思情。台语文创意园区2020年由园区志工组成铜锣队，大家同齐学乐器，推广台湾音乐。来卡了吼，不但会当学到音乐的乐器，嘛会当学到足多的台语歌，互你的心情会更加好。一方面，互咱的志工大家有机会会当去提升，会当咱本国的语言、咱的文化、咱的音乐会当普遍，互大家人会当学习，这是好，会培养大家的生活。 这套音阶锣是台湾出名的铜锣师傅吴宗林的作品。台语文园区引进了后，邀请退休的音乐老师廖英雄来教课，让学员为音阶、乐理开始学起，也让原本敢若会当独奏的铜锣发展出合奏的表演。 阮遮有一班啊，做铜锣班、铜锣班吼，还有设班长，还有请一个固定的老师来练。通常伊咧演出大家较熟悉、比较熟悉的旧歌吼，我常常咧听，我今日听特别欢喜。较重的物件呢，较低、较大粒的物件呢，伊的声音要互人安尼沉稳落来，会平静落来。那较悬音的物件，声音较清脆，所以学起来时阵有无共的这的效果。 台语文园区表示，铜锣班成立4档的时间，今年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，希望让更较侪人听到传统音乐水开的声音。园区逐礼拜2嘛拢有安排铜锣课，希望招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听歌学音乐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